2005年的资料，姓陈的总人口大概260万，全台湾。那当时候全台湾大概2300多万，大概10年前。所以算一算的话，2300、300、400万，那这个260万左右，大概1/10。所以过去说成品万天下是不夸张，可是陈芬也一直是台湾前10大姓的第1位跟第2位，这个是正确的啊，没有错。那个性有个性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所谓开基，像姓陈的一般都是陈公啊，姓李的一般说是比干，那姓武的口天讲都说吴太伯公啊，吴太伯公。姓李的话，户籍地一般都说是这个老子啊，因为老子姓李名耳啊。另外就是唐号，像姓陈的唐号顶上最多了，还有东海，还有德兴、德聚，台南市就有一个德聚堂。姓李的话，大概都是有西啊，姓庞的是江夏或者子宁，姓李的话是彭城、沛国、河间，姓张的话是青浦、南阳、白人啊，因为有白人堂啊。这个姓王的话是太原啊，姓蔡的话是济南。那姓蔡的话是柯蔡同宗，姓蔡跟姓柯的是同祖先，所以过去也有提到说，姓柯跟姓蔡不可以联姻啊，不可以通婚，这个是有关10大姓氏。大概会场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应该这里有记点啊，只要有做族谱的话，按照会场都会有这个族谱陈列展出。各位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全台湾规模最大的族谱的展览，就是这一次在我们台南市，所以我们能够参加到，非常的荣幸。我中午1点钟的时候，我就陈大的市长电话给我，他说早上可以来看一下。我说那你有没有看那个PME4.org那个族谱的这个制作？他说有那个啊，我说有啊，这是非常珍贵的之一，重点就在这里啊。5年前的展览还没有开发那个PME4.org，5年前那次好像还没有。有啊，那我后天去。我说为什么要后天？他说他今天下午要到新竹去这个祭拜祖先。我说明天就结束了。怎么那么短？我说各种原因啊，场地啊等等啊。他就大喊苦说，那我跟他讲说没关系啊，我有认识我们教会的好朋友、弟兄好姊妹如果改天大家都方便的时间介绍你到教会去去学这个非跟社区哇，有这个我那一天也承蒙那个宝莲姊妹很感恩来教我1个多小时我已经学到皮毛，但是还没有学会。可是学到皮毛之后，就爱上它了。真的好方便。古老的族谱太辛苦的制作了。这个PME4.org真的是功德无量发明这个东西，开发这个东西，功德无量。这个希望等一下大家试试看然后再下来旧时代的族谱就是手写了，讲究一点去印刷。然后几乎没有图片，扼要简单好一点的有生年跟卒年，差一点的甚至祖先的生年跟卒年都没有，以前都是很简单像各位看到这个新丁库是我在做田野调查采访的时候非常珍贵的就是在我生一个婴儿，马上用毛笔填上去这个甲生人这个戊戌人腊月朔望子号等等，这个叫做新丁库。那这个新丁库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只写男生，丁就是男生丁男丁，反映过去重男轻女，这是最原始的一种这个族谱的这个支配的方法。那么家谱的新更旧，主要是说新的族谱开始会把这个女性的家族的成员详细的记载进去。这是跟过去的旧式的族谱非常大的一个区别。过去只有记男的，然后女生的话只有记太太，而且太太的话只记姓，连那个名字都没有。这过去非常这个两性不平等。现在呢，这个我说相片很重要，这个就是这一次展出一个特殊的，就是林怀民的
英文五级的创办人林怀民，各位都知道林怀民他的曾祖父的相片，他的后人包括林怀民统一代表堂兄弟姊妹一起为他们的曾祖父编了一本新史的书，这里头有林怀这个曾祖父叫做林维朝，他自己写的这种一生的重要记事，就等于是连谱。那么它的编排是这样的，左边是原始的毛笔原迹，右边是这个电脑版式，就左右这样对照。那我们可以看到林怀民亲自写的序说他的曾祖父怎么样教导他们家的这个后代的子弟，要公尔忘私要奉献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个是在背景。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在下一张，这是林怀民他自己的序，那他的序的名字叫做《公尔忘私》。这一群曾祖父林维朝先生，所以各位，你是不是也可以来写一写你的曾祖父？这一群我的曾祖父某某某，今天回去就写，赶快哦！